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严官府出高贼，严爸母就出阿里不丹。这个意思是严家官府虽然讲有各种的管制，颠倒出现真济违反规定行为。做爸母的人若伤过严，囡仔有可能因为心内反抗出现偏差行为。依照星座专家的研究，无爱防控制星座，第一是双子座。若有人要甲因管，伊袂直接反抗，伊毋过会用各种的理由来应付。管愈济愈无效果，某个做人嘛真无爱防管，对家己想法正坚持，若是硬要甲因管，时常出现反效果。射手座人本来就毋是真好管，因的个性真固执，若是叫因莫出门，有可能会提早出门。今日这讲俗语是：严官府出高贼，严爸母出阿里不丹。